有一对盲红男女朋友，一楼的铁门无关，贼仔直接弄入因的客厅，偷摕放伫个桌顶的手机啊，甚至阁敲电话给手机的主人。加在这对盲红有设定手机啊找找功能，透过手机啊定位播送这个声音，沿路约40分钟。啊，最后这个贼仔可能是用手机啊一直放送的声音惊到，怎甲手机啊弹掉，伊嘛顺利甲手机啊找回来。 我们的手机被偷了，在家里。在家诶。翕这个影片，讲真正唔敢相信，敢若将一寡杂物搬去地下室藏尔，一日转去到客厅，手机啊都无去啊。刚刚那个歹徒有打电话给我，我把手机上锁了。他如果要打开手机，就只能打电话给我，所以他可能。这个贼仔佫真好打，直接靠好主人，也过一日听到声，拢唔敢讲话，是讲为手机的定位会使看出伊其实一直伫刷叮当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中和区的民安街。 车卖透早3点外，这对盲风经理伫徛过1楼整理物件，有一个查某人雄雄行入客厅，直接将桌顶的手机摕去。因发现后，随透过手机的定位播送声音。买手发现讲，这个贼仔敢是互这个声惊到，直接就等伫路边的巷仔内。虽然有离400公尺，也不最后依然是依照这个声，将这个手机找到。刚被丢包在这里。啊，这里这个吗？对啊。对，这个。 指民宅因铁门未关，手机遭不明男子窃取，民警立即调阅监视器，并协助手机定位。现在不管是 iPhone 还是 Android 都有内建寻找功能，只要在手机上提前设定好，当手机不见的时候，只要赶快借朋友的手机登录你的账号，就可以看到手机现在的位置。 关键就是手机的定位功能，唔但当即时追踪位置，佫会当播出声音。偷摕手机的人，无都将这个声音关掉，敢若是因为这个声去甲惊到，所以讲伊赶紧弹掉。警方调真侪监视器为面，就是要抓这个嫌犯。大家，我再讲一次，你们一定要去设定那个寻找的功能。当你有设这个功能，手机啊较袂防偷摕去。这手机找不回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